要成为广告人，就需要强的实战经验。今仔日轮到 B 组成员吴一派、视网膜、吴三接受挑战，前往屏东亲自拜访客户，想办法完成委托案件。但是我先讲，这摆任务一点仔就无简单哦。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哦，这是来抗议的对吧？我顶摆看到这种丢面应该是三明治呢。抗议的哈？这啥？冥婚哦。对啊，跟他拜拜。这是啥？这刚日本的物件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哪开始做尔，这无简单。我感觉插迄草啊比甲旋转不对，不对，右手拿着，无啦，你怎在搁打咧？这个还袂卷的，你先打下，迄尾仔搁卷起来。我真正是足戆的，还是就是要休困。阮需要排版人员，因为阮就准备。因为阮感觉这时间实在是有够无合理的。嘿，阮想要讲，阮想要下班啊。哇，这遮大啊！这啥物拢无啊？这是倒位哈？敢若有树啊？哦，那遮侪肥的物件。这是倒位哈？哎，那拢无人啊？哎，车来。无人吗？啊！毛毛！耶！哎呦，那会甲阮两个啊？咱会甲咱放伫遮啊？哈，这是倒位哈？咱是要介绍这水狗啊？水狗啊！啊，第三代应该都应该雨山吧？雨山，咱即马已经分好啊嘛？系啊，分好啊。也是等一个来的时阵是别人。早安！高照，就嘴棒啊！啥？哎，有诶真卡所在拢有这种物件。耶 ！Good morning！关于阮即摆咱看一下这个床，唔知啊。迄边有一个建筑物，应该是为建筑物遐移动吗？哦，边是草莓园吗？我唔知呢。哎，哦，有车来啊！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面顶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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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是啥？来抗议的对吧？是豆仔啊！不是啦，我顶摆看到这种丢面应该是三明治呢。抗议的时阵，是咧抗议的时阵啊！是咧抗议的时阵，还是三明治？无讲诶，啥会啦？请找到专属各位的公狗 start 行动办公室。请如图装潢摆设。行动办公室是这个车啦，是台车呢，是台车啦。啊，咱要去倒位找这台车？啊，不过我感觉即马阮是要把这个粪扫叫起来。伊够过分的，伊叫定咧叫粪扫了。第一个工课是这条。这是阮分组头一届见面，啊，伊就叫我叫粪扫。对啊，环保爱地球啦哈。即马变清洁工啊，这个都变地位嘞。好啊好啊，哎，这地图我看无呢。有现在位置啦。我们牙梯。这地图要安尼看。就是农业物产馆应该是不是迄栋哈？一栋应该就一栋。
伊叫啥？农业物产馆。馆。农业物产馆。嗯。讲起来个，迄是咱要家己开票。应该不是吧？敢袂伤寒？应该那就是迄台啊。你讲迄台？我感觉迄应该就是咱迄相片内底迄台车。制作单位就用心的呢。因为迄礼物足大的，大到无法度有啥物想法。顶头是有一个干嘛，有一个蝴蝶结嘛。啊，顶到我看到迄个蝴蝶结，应该是我老公求婚的钻戒吧。咱即马是爱看这张相片，啊，照伊安尼来甲伊。后边足够水的。哦。足水的。还有熊熊呢。笨手心贴啊！笨手心贴啊！回来。给我变成那贺成教。这敢姓熊？我无想要开啊。我雨伞去我。内底有炸弹哦。我会当，我等。无我即马看到内底敢若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物件。Are you ready？ 哦。来，我叫一遍。你个谁的啦？还是要我来用啊？你是高雄？听袂开。我来用。你还去说你的呢？我去一遍，等一下。我问3、2、1一起。等一下。对啊。很可怕啦！很可怕啦！好啊，你开啊！应该会当扭开啊吧？来，我对另外一边，我对这边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即马我要安怎落？咱甲遐个抹布全部拢甲伊摕落来了后，车就亮相了嘛，人嘛伫面顶亮相。哇，好浪漫哦！求婚场景就对啊。你莫讲算啊，你。无，爱心甲赶走，要无我无等腿也无法度入去。我毋知影你拄则是安怎提示的，实在是。伊都搞你毋知？你甲我提走，我是要。好啊。我是甲这，我是甲这车边啊。来，推啊！好，谢你哦。你耍来谢你的是个气球。呵。猜猜平地的感觉真好。你说你莫打着气球。不过阮的车袂看到全部呢。露营车驾驶人行驶纪念证呢？哇！啊，到你啊！这台我咧开的。啊，你的证号是黑不放的。我。我很怕气球，最恐怖，所以我迄当时看到气球的时候，我就讲嗨啊，要拆这物件，对我来讲上大的障碍就是气球。阮先甲这些卸货好不好？好啊。这台车容量就这。我平常的兴趣就是 camping， 我是outdoor咖，所以我看到这些物件的时阵，我超级兴奋。拄则咱来时阵是有看到一个，迄个收音机无去啊。你是去找，我先来泡咖啡，分工合作好不好？我嘛想要泡咖啡。伫遐后壁。无，我感觉你等一下才拍开迄个。呀。因为我感觉伊敢若是一个任务哦。拍开了后，阮就袂使啉咖啡啊。你应该是爱放喺遐先放1小时，是咖啡是啉的。你拍开我就袂当啉咖啡啊。1点钟。吹一个微风。放1点钟。你喺遐。
嘿，恁真巧呢。计划通拜托咱今嘞。日差不多8点再来开。嘿，应该傍晚你别落山时来开。来，干杯！庆祝一下，来，庆祝阮的广告 start 行动办公室。开始，开戏，来，开戏！耶！我就说了，嗯，有，灵感来了，什么灵感？剪刀石头布，一起看好，剪刀加做九头抓，加做九头抓。雨山start，好，我来。觉得是一个陷阱。我是足期待的啦。各位观众，请按我。咱就要做礼拜哟。谁要降临？大家早早，我是 boss。大家困有饱无？欢迎恁来到全台湾上南平的城市屏东。即阵恁看到的这台车，是恁未来的交通工具，嘛是行动办公室。请恁爱保持清气，唔通用垃圾去洗。头一个任务，请恁若啉咖啡，若设计出恁的队名和 slogan， 以后会使随时甲人介绍。刷落来，阁爱设计恁的队旗。予伊水当当个 special， 骹手爱紧哦。另外一队已经无用试试啊嘿，予恁30分钟 ，action！我已经有灵感嘛，请假？队名吗？我要叫啥？我有灵感讲，迄个对机就你画。这是啥物灵感嘛？哎，你顶解头一集画迄分镜图画到遮冰冰变变？嗯。啊，你想 slogan 就厉害。阮两个想 slogan 好啊，甲队名，所以我先去找 slogan。画图的。我知影，我拄才有看到呢。我先去找。他是说队名甲 slogan。素描本，很多工具哎。还有亮片哦。对啊。广告公司吼，嘛可能要有一寡宣传的意义。听起来应该要很就厉害迄种。别人听到阮的名时阵，都知影哦，阮是足专业。若是讲听起来足好记的，都是我们3个应该叫做问吧。问达达咧，问达达，达达是啥意思？问达达啊，问达达的意思就是讲，找阮就是上稳的啊，问达达。啊，不过嘛是要互伊一个中文的意思啊，我感觉啦。问，我们只要问我们就给他答案，使命必达那种感觉。我感觉是安尼，或是问答答，问就互你答。伊感觉是2个字是同款的。我感觉是同款较好记。两个有无同款的意思。系啊，这个答是回答，啊，这个答是使命必达。我感觉使命必达迄个可能较好。所以是问答答，那安尼读咧？安尼。大声讲吗？安尼。大声讲。咱个业主若是拢讲台语，安尼，就爱迄 slogan 是台语人看有诶，啊，感觉讲会会心一笑迄种。无好想。有一个就是很投机取巧的，都是名，都是温达达，使命必达，达达。slogan。都是装可爱，伊后壁个哒哒哒哒。你一起做。我们是一个 team， We are team， 使命必达，哒哒。安尼，哒哒哒哒哒。来，你好，我们是温达达，使命必达，达达。超过注意，
使命必达嘛。伊的表情就变叫。会使啦。好，那安尼我来画。阮使命必达，哒哒！哇塞，好厉害！好，你看他都会唱歌了，哇塞！恁的第一个客户已经出现，赶紧去行动办公室找出客户的资料。哦，好。所以伫车内底吗？车来对。你看迄椅仔下骹遐敢有藏物件？这边呢？无啊。啊！你放伫咧遮，我有可能。什么？哈？这啥？冥婚哦。哎呀，跟他拜拜。啊！你放伫咧遮，我有可能。什么？哈？这啥？冥婚哦。哎呀，跟他拜拜。这是啥？这刚刚日本的物件。是不是？神社。可是如果是有线索。第一位客户。稻草的无限宇宙。哎，这个是有没有色盲吗？09364052。好，拢通过，无色盲。所以阮要找这个阿伯。而且第一句都要讲头家。喂，头家你好。你好，阮达达广告公司。啊，阮接到一张单，顶头有写你的电话，请问你有啥物需要？我咧做迄个助人神嘞，阮专门咧做外销日本的迄个什么神社啦，还是迄个中秋节咧做不怪哦。哎，阮两个日本，我们是日本咖呢。阮拄则看到时阵就感觉敢若足面熟的呢。好，无问题。谢谢，安尼等一下，咱个见面。啊，这传你传地址来啊。啊，无你用讲，我用记。阮甲写起来。好。嘿，长治乡。有，安尼了解。好。啊，要困去啊，晓？啊，等一下。谁来？好。所以等一下，咱看到咱客户是爱家己介绍一下。嘿，每一届阮见到客户的时阵，都爱佮甲阮迄个slogan，甲迄个舞安尼甲跳起来。是要那我伫咧顶头有3个节，啊个3蹦，就是哪蹦、5蹦，它的代表的意思不一样。神社顶馆都有足侪这种节啊。我以前看迄，我感觉足古锥的，伊遐翕相。想要甲蒙啊，无蒙袂结果，迄是台湾做的。我讲冥婚啊，要收哦。嘿啊，两黑白讲两只新兵的物件。唔知影敢会当加掉无？应该是剪破口。嘿，剪破口啦。拄则咱甲迄个头家讲话的时阵，感觉因嘛敢若真趣味呢。嘿啊。应该是会当讲生笑的人。嘿啊，伊讲个遐有诶无诶。讲想要困去啊呢。这是不是这？哎呦，搞，看这条巷啊。高啊！遐啦。我刚那是。头前倒啊。哇！太阳啊，遮水。就浪漫呢。
阮是一间广告公司，啊，阮广告公司有名，啊，恁小听者，吼。啊，我嘛有名。好啊，我先讲，啊，你讲。无要紧，你先讲。好。阮是阮达达，阮使命必达，达达。对。啊，恁的名是啥？你自我介绍者。我姓李。李。李龙。李龙。你说单节名龙吗？对。哇，好帅！龙，今年龙年。龙年。对。龙狗。龙哥咧叫是馆长含那个鱼场咧搞叫，还叫龙哥。我要安怎称呼？我紧你哪叫我紧。好，安尼我就叫你龙哥。龙伯啊，龙会使，你要叫啥拢无紧。阿伯啊，拢可以啦。阿伯，还是要叫龙公啊嘛，无紧。龙公哦。副龙公。龙公是问业主，唔是龙公哦，是龙公。龙狗啊，龙狗啊，龙兽啊，是龙兽吧？对。龙兽甲龙狗，您好，啊，阮拄则敲电话互你的时阵，你讲你是咧做，这是叫做啥？助联神。助联神。日本话就是新美那话。这是拢放在日本的倒位哈？伊个神社啦，因宗教文化咧用的物件。哦，阮今日看到啊。对啊，因为阮都就阮两个就食去日本。伊是成功伊老姐拢我的物件。伊是成功嘛是恁兜的哦。伊是成功的老姐啊，因咧挂物件拢嘛阮的。拢是台湾出口的吼。对。所以因日本迄边大部分拢是叫台湾这边的。嘿。啊，这是稻草吗？嘿，这稻草对，这是已经收割稻米起来了。哦。因为这要讲这大条的吼，一定爱这较润。哦。较不容易拍。哦，不会，袂断去都对啊。断着落雨，较无要紧。哦。阮兜咧过年的时阵嘛，咱挂这。恁兜会挂这？对啊。你有甲龙狗买去日本买，所以我可能去日本买着因兜的物件。你去日本啊买台湾出口的物件？不可能。安尼，恁要来试看卖无？试看没有？会当试看卖吗？嘿，等下这个后壁这个，互恁更好。好啊，互你更看卖。简单来要手脚并用啊。啊，该好算啦。好算吗？来先看卖啊。啊，恁甲阮教。啊，无我搁做一个，互恁看，你先看，你注意看我安怎转。嘿。安尼甲插入去。用接的甲接起。哎，变好开啊，插进去。哦，啊，甲包起来。嘿，包起来。啊，你往外。往外安尼滚滚。啊，这爱手脚并用啊。嘿。较插起。啊，甲打咧，打咧，啊，拔起来。这查某刚会使。我们拿那个丢啊头。我最喜欢你们两个下来看看。好啊。好，来。好啊，来，我们去那边。你。我来给他啊。这爱汤鸭啊，无汤鸭你袂。爱汤鸭啊。嘿。不尊敬呐。啊，你看专业。汤鸭起来就是我们要接地气，才有灵感。哦。这偏好开。嘿。啊，草啊插落。要偌济？安尼，一百安尼。好。放伫遮。草咧。那你去那边拿。这爱包起来。嗯。让灯，灯。哦。这有两个对无？嘿。对中塞进去。这边安尼塞咧。嘿。拖落出来。好。哎，所以。啊，你这偏好开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刚开始做尔，你无简单。我感觉插迄草啊比甲旋转更较困难。我来，我给你。好。来，我来。插入去。嗯。我等。好。啊，你较巧哦。有巧啊。要换人无？我来试看卖好啊。来哦，拍拍手哦，我们美女要下场了哦。我感觉龙哥就想要看美女下场。对啊。安尼。唔是啊，你骑啊，你在创啥？骑安尼唔太好食。哦。等者雨生嘛要用看卖啊无？哎呀，淡薄紧张呢。不过迄小腿就酸诶。头发较紧诶。来，sorry，我来。安尼甲包起来。整理这嘛无简单。转来。哎，等我扎。安尼。你啊对这个。安尼。对家。你手棒。好家哦。来抄过来。抄啊！啊，这包好嘛，你免较紧啊，你看来慢讲出去哦。安尼。啊，等我会顺安尼做起来唔那水。啊，要买日本一个嘛，该拍钱。好，歹势。
你会拍穿啊？会哦。做无好势，规好去爱摕咧转来。规个啊，专播。系啊。哎呦，退货。这样抽筋。你无动头诶，我是苦落的，你是坐落的。出力啦！哎，你两个在创啥？我要丢筋。啊，换你来。哇你，我你啊我你。安尼。安尼，你才做2下你都救筋。来操啊！操！你们两个是打情骂俏啊？没啊，他在那边说他救筋。好，记落，无反正，唔是啦，你乌白塔。安尼，你买我没看他。安尼，嘿，啊，这更过来。来，去加操啊！来操啊！你的脚是安尼拉去，是我拉要。你的脚卖拉来拉去。好，一只就好啊。无完全，再去接操。操，再操。不困难。这接操。来个一杯。操落，啊，这包落，唔是安尼一个等落，包起来，包顺，安尼做起来较会水。啊。无啦，你要搁转去做伊啦，到这就好啊。好啊，到这。啊，等下换做别行啊好啊。我感觉伊足行，阮兜有当时有一寡亲戚朋友，阮爸爸的朋友，也无着较大的一寡长辈互动的迄种感觉，就是因敢若有家己的世界。伫个过程当中，我感觉伊讲到伊家己上在行的代志，比如讲迄注连绳要安怎用，迄过程当中我是看到伊的热情啦。哦，啊，即摆我教恁安怎建操啊？要选。因为这安尼要落做物件哦，做起来袂水啦。一定要把这个不好的拿掉。哦。我先做一遍互恁看。好啊，好。点啊？因为遐足侪垃圾草啊拢无爱啊。嗯。啊，咱这先甲。哦。哦，把这。安尼较歹会遐就会落过来。嘿。啊，落起来就是这啊个撒起来。哦。啊，用咱的五爪。五爪。是有啊这。刀开梳头发这样，梳头发。你个当作你咧洗头啦，洗头。啊嘞，哦，把那个不好的拿掉就好了。嗯。安尼看起来真水啊。嗯。这个简单啊，这像食萝卜饭诶。食萝卜饭。食按摩啊。拢有就有梗诶。哦，啊个炖长好食，啊个放咱边啊。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会使。哎，安就会使啊。好好好。好来啊，互你。哎，你。我这可能较简单哦。先炖好食，先炖好食完正。先甲。唔是你3点倒头要食死囡仔。食死囡仔。安尼。哦。你先把头炖好食，啊倒手杀嘞。好，倒手。先速嘞，嘿。当做你在打你的仇人一样，尽量摔没有关系。伊就是一个足专注伫咧做伊的代志的一个，甲阮阿公感觉迄种，因为阿公是开渔船的，伊都很专注本业迄种感觉，就是一直在编，啊是一个足刁滴，嘛足讲话嘛足有梗的，足趣味的一个人。咱卖先大张，免伤济，咱2支摕2支起来，咱来拍一个角，咱就留头就这要30公分，这个乱一下，乱一下，乱一下。帅哥，你迄足简单啊，你问看迄。好。继续用这个。来，我教你用好，我教你一步。嘿。较轻松诶。要安怎用？安尼。哦，有迄工，有迄工具会当用吼。嘿。啊，你这手就免摕那么迄落，啊，这摇这安尼拖出去就好啊。好。
来，恁换恁，好，恁来用一下，像我安尼，我安尼较知影安怎做。拿2支来。摕2支。你这时阵要拍干时阵，爱倒头哎栽，，倒来栽，倒头栽，安尼。左手，嘿，对对，安尼吗？嘿，好，这，更。转起来，对，好，甲伊交叉，打一个结，交叉。交叉呢？交叉。嘿，甲这个吼，甲这个爱交叉，好按，啊做个按嘛无会定。好。哦，又按。啊，转去啊！够有2只。等一下吼，过来。这个没有关系。是中安尼甲藏起。为了打开嘛，溜按了，有吼，一点中点，嘿，溜落来。给我按入去，嘿，好，好了哈，我们就这样了。开始了哈，你先看我做一下哈。左脚倒脚大，2根来多分哦，对安尼2边2掌，平大掌，一掌来往下走来，凹到下面，大，拢倒脚大，倒脚大。来，这个有较底的，给包里面。包里面。哎，包里面转，转里面哦。你在这边呢转紧，哎，爱加很大按呢。哦，来，往里面转，往外的话哈就散开了。都一样的动作。哦，平均哦，你这有照出来平均。哦，对。哦，安尼差不多30公分，咱就打的。好，打这好，打这尾巴。放手了，啊，换一支。等换一个。好，你再等换一个无？我地无收。啊，无叫老师教迄美女教一个，啊，你我教安尼。好啊。好，一个教一个。咱的倒脚打咧，咱正手咧转，左手咧控制莫互开。好。安尼转过来，这一顶咧。好。啊，即马小可甲转一下，伊就盖扎啦。好。打咧。好。啊过啊。同款。嘿。啊，这用来当安尼。哦，用搓的。嘿。哦，啊这起来。对。啊这不要放哦。这样。哦，我了解。OK。哦这样。哦。到尾啊，这无够啊，咱搁爱搁更。够更。哦。这个更无好势有，咱这样调整一下就好。好哦。啊到尾啊。卷给它绕起来，是不是？绕一圈。哦，打一个结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啊，这起来若佫无平，撸一撸就好。哦，我先做甲安尼就好啊。我先做。你佫起一个。好啊。毛毛。哎。你会使无？会使。哦。真正在做工啊。这肾就疗愈了。哦。安尼你不要回去了，在我们这里。我是感觉用迄就有成就感的，因为你都是甲就杂乱的稻草甲伊摕起来，啊整理你的了啊，甲伊迄杂草的部分、无好看的部分，甲剪掉，啊甲放入去的时阵，迄一堆一堆开始愈来愈侪时，你看伊足整齐，你就感觉，虽然讲这件代志，其实我感觉无啥轻松，也毋过做咧，慢慢啊累积，爱看起来就互我感觉就有成就感。而且我感觉因伫遐做迄零较困难，我看因伫遐，我想讲哦，我伫遮点啊，甲你用，甲你丢啊，我莫挖过，我挖过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去叫互去做，赶快要做迄零，我感觉迄敢若较困难。好啊，按差不多啊，先蹬，不对，右手拿着这个。对。安尼。嘿。安尼。不对，右手拿着。安尼。嘿。
对。右手拿着，安尼，安尼。哎，对，你右手都不要放。好，开始搁更一下，搁更。无啦，你怎么在搁打嘞？这个还未更啊你要先打下，迄尾仔搁更起来。你更一挂起来，你转嘿。安尼，唔对。我马上甲你讲，互你个用，本来就好好咧。阮感觉龙哥是一个足幽默的人，讲话足轻松。啊，毋过伊直直骂我，毋知影是伊对我有兴趣，还是感觉我真正是足戆的，还是？但是我平常很擅长做手做的物件呢，哪会表现无好啊？我嘛是足搞不懂的。就想要休困，因为迄有够忝的。伊每一工拢做同款的物件，啊伊都是迄都是职人精神嘛，迄都是我做袂来的物件。不过台湾就这安尼的职人精神，啊，搁野迄稻草啊，啊规身躯拢是稻草，啊搁鼻孔内嘛是稻草的迄种那个烟还是啥的，就是细细的物件，我感觉足辛苦的。飞龙在天，龙刚刚那句哇，这是耶，好想要，龙想要哎，这是你的作品啊？哎对。这是耶，这拢卖互日本吧？无，这嘛因为日本的传统的做法是这样，有2个主锤。哦，两个。哎后来我把它改成，因为台湾的风俗习惯跟日本不一样。台湾无这啊，无迄主锤啊。台湾较少看用这啦。所以我把它改，有的都改过来。改那个台日合作。你做这个是做偌久啊？几年啊？我大先做是做迄个草刀。草刀啦，这啦。哎，对，草刀要安怎用啊？用迄台刀一样。这是会使挂物件的。无袂当，这是阮做囡仔时阵，伊伫我挂起来，摊贩拢有去抄对无？一个老岁仔人讲你遐都无聊，规10个规整个囡仔。都做这个算。教阮做这草刀，2个同一个徛要小剪，做好算的。哦，这会使摕吗？摕，敢袂使摕？咱迄个机大机起来。大机的哦，有大机，搁大机。以前拢做这咧骑马打仗的对啊。对啊。草。系啊，迄阵就无七头名通算啊。什么时阵日本人会看到这啊？做去台湾做。系啊。因为较早阮老师是拢伫日本啦。哦，你的老师是日本人？唔是，伊住伫日本。哦，住日本。阮开同学会时转来，伊知影我会晓做变这就差有诶无诶。啥叫阮总经理含迄个日本人厂商过来，别落订单叫我做。哦，厂商过来看，有讲啥无？讲最厉害。一级棒，职人精神呐！你看匠人魂，真的匠人。这刚才就好耍诶。对啊，拔出来吧。无你2个同一个安尼徛边电看卖啊？决斗啊！背你哦，你跟他决斗。卡尾खुले。噔。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死啊！这就好耍诶，伊就惊呀！结果你有做啥物足大诶作品？伊胜利新村遐，一尾足大尾龙。哦，偌大尾啊970多公分。哇，9公尺。这大。哦。这个物件伫台湾差不多拢伫倒位当买着。干那我遮。干那会当来遮买着对。
哦。敢拿断家哦？我感觉这个圣诞节会使用。圣诞节看圣诞节被磕大闸蟹吗？拄好啊，季节嘛有到时啦。啊，龙哥即马，因为咱即马广告公司来遮嘛是爱来甲龙哥想一个，看需要什么款的行销啊，还是广告。我有听过，我有听到 POS 的声。要去找迄声晓。龙哥，等阮一下哦。好。拄只声是对倒位来的？声对边啊？对。这平啦。来，搁要试迄按钮啊晓？试按钮。先拍开。看卖啊，这内底底啥物物件好无？无录音带呢。录音带里，等一下，这哪会遮侪物件啊？这小人远离。小人远离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大家看一个小人远离耶。啊，叫这个啥？逢凶化吉。刚是御守的感觉。御守。还有一个，这啥？钥匙圈呐。跟钥匙圈。这个你看圣诞节啊，哇，你到底有多喜欢圣诞节？哦，最喜欢。还有一个发光的录音带。应该当肯吧。啊，这哎呦，蛋姐这啥？蛋姐，我是。你要先放迄录音带就对啊。This side。OK， 按我。啊，你不爱先看内底迄纸吼？我先。你先放好。你先放。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。恁今仔日对师傅学遮尔多。即嘛是报恩的时阵咯，底下恁有一张客户的委托单，请恁爱详细看，唔通漏交哦。明仔载下晡4点，爱甲客户提案，不过真歹势，因为公司的过价这2天休困，所以这2天的食、大甲提案的费用，恁拢爱家己赚。但是唔通讲我对恁无好，我已经帮恁找到趁钱的工课啊！大家加油！这什么？征求半日打工人员，这有3位打工仔薪水超高还附餐，唔惊小唔惊大科。等一下，给我一张。客户广告需求单，稻草节全新文创商品，设计戏中祈福稻草节，爱情财富给空惊喜包。啊，要甲这绳结商品重新当个好名啦，比如讲会当各做什么挡不住连绳，明仔载下晡4点的时阵爱来提案就对了。提案的预算家己谈。明仔载下晡。再问问题，他问一个，这个需求是什么款的需求？对啊，来给咱解释一下。这代志我交代阮孙仔来处理了。来，美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次委托人吼，啊，我跟主要的是讲吼，因为姑丈啊、姑姑因有些拢是做较大物件，外销嘛，他们跟我嘛想要互就是伫台湾的少年人知影这物件，好，啊，就是会当互恁做较细的物件，啊，会当互较少年人知影，然后会当去买，会当求财啊，还是求爱情、学业啊嘛，还是考试，囡仔人吼，就是吼顺便给我较侪人会当知影，嘿，啊，会当就是会当融入我们的生活，对，然后就是要麻烦恁，要托恁搞恁重新设计的外包装，会当吼能较好推广。所以咱的目标客群是少年人，应该是。这刚才是预售。那是因为阮去日本拢会买预售嘛，就希望讲会当逢凶化吉。系啊，因为那即马西做拢是大项的，外销去日本，啊，不过日本用的迄预售，唔甲台湾都是无同款，啊，我要设计一个，敢若就是文创商品啊，少年人有介意。那是少年人可能是考试啊，是挂伫车顶啊，爱情啊，啊不都宠物的噻，对吧？迄种，所以阮会贴很广啊，很广。安尼，使我甲你讲，因为阮是一个广告公司，啊，阮的迄拄则迄 slogan，甲你阿姨杀的时阵，阮有讲过，啊，阮连咪，阮做一届互你看。哦，你先做我看。安尼哦，你安尼，敢若龙，安尼，安尼。龙是安尼。安尼，OK，安尼就安尼，哒。安尼就好，嘿，拢徛开排。真简单。嘿，真简单。安尼了爱摆尾呢。哦，你会当摆尾，你会当摆尾。好来哦。好。阮达，阮使命必达，来咯，达，嘿，搁一届，啊，位向遐，达，好，来哦，搁一届哦，阮达，阮使命必达，达，哟。
我足感动的。啊，我完全唔知影讲台湾伫咧屏东安尼遮尔啊细巷仔内底，竟然有一个工厂，内底有遮济的作品。我根本都唔知影讲，原来这日本的物件，原来足济是台湾做的。我就感觉讲，哇，足有兴趣的。啊，这甲台湾竟然是有关系，我想拢无想过。我是感觉羽龙师傅伊的物件，搁较有一寡台湾味伫内底。我唔知影是因为伫台湾看到，还是讲伫迄个工厂看到的感觉。我就是感觉看到遐物件，虽然都是有一寡台湾味伫内底，因为一个日本咱看到的，就是可能一寡花啊，也是讲一寡松树的迄叶子，啊，因写的物件就是一寡汉字伫面顶，所以我感觉两边的感觉是无啥共。迄个所在是倒位啊？拄则看刚才说米食哦，什么？客家米食。应该是要去要打工吧？要打工。客家美食。咱是要去捣面粉、捣米粉。啊是要煮面。煮面。然后外场内场安尼，气多安尼。伊拄则迄任务书面顶是写讲什么？唔惊烧，唔惊烧，唔惊肥。气家。我拄则就想讲，敢若是气家试吃员，那如果这敢袂伤简单？太轻松了。嘿啊，要无恁拄则做迄龙，恁感觉真简单，就困难。困难呢？就困难呢。困难呢。我伫遐用迄草啊，用到尾啊拢用上瘾了。疗愈吗？就有成就感的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找到这样大的。哦，真水耶！这边。这来是残酷。玉手哟。对啊。我是感觉讲遐行销迄个物件，因为台湾人就爱什么去日本的神社啊，祈福啊。我感觉有一点台湾的感觉，啊，有一寡日本的感觉，台日结合安尼。上恐怖的就是讲，咱迄制作费要家己赚。要偌济钱？嘿啊，敢若要搞啊，250公尺，1分钟。就紧张诶。搞啊，6堆客家米食来。徐板家，这是年糕呢。花粿，昂尼是啥？昂古粿吗？昂银。哎，客家米食哎，你学赶紧呢？客家米食，所以咱要来卖食就对啊。唔知呢，唔知，要来打工。真紧张呢。头家你好，头家你好，头家你好。阮的迄个导演讲，阮爱来遮打工，趁钱啦，家己趁收费。阮会使，阮介无闲啦，你拄啊好呢。哦，真正，阮会使到时讲虾米？这是萝卜吧？嘿，菜头。菜头。菜炒好要煮萝卜糕。萝卜，哎，对。我是客人啊。你是客人啊？对啊，我妈妈是苗栗的客人啊。安尼哦，苗栗咯。我甲你讲，我今年过年就想要做迄萝卜糕吗？萝卜糕，我想要家己做萝卜糕。我们南部都吃这个过年。都花圆梦。哦，圆梦哎。我今年就想要家己做的，啊，我找 YouTube 足侪影片，我已经失败2届啊。结果我去遐头一个就做菜头粿，那是喜悦藏不住。屏东有安尼提问，哎，大地方互你带，安尼带。好，屏东有出产菜头吗？有啊，真的菜头有够好食。好食吗？菜头粿吼，那么就喝酒，二话不说就开始。无啊，因为头家都二话不说，就无赢啊，就无赢啊。我应该无赢吼，无法说开杠。会啊，会要哈，这样子拿比较好哦哈。安尼，这样子安尼，哦，你好厉害呢。哦，卡手开机。好，欢迎来给你。要互我较侪钱哦。咱家用料就好啊，对对。嘿。啊，恁这店拢是做迄个菜头相关的物件吗？还是是做了米食。米食对，我们南部哦，这个米食相当销路的很好。大家就爱食。对，好吃。啊，你手工搁有做啥物啊？哦，等下很多板条不？板条啊，等下我们就好疗愈哦，做那个新丁板安粿。安菇粿，安菇粿，安
红菇粿是内底有迄啊是红豆啊的迄种红菇粿。对，我们都是。我很喜欢吃那个红菇粿。真的哦。红菇粿做几只乌龟吗？对，做红菇粿，好想做。啊，你要小心哦。好。好，表现的不错呢。哎呦，那我们来煮这个。OK，那我们从哪？味蕾萝卜丝，帮好疗愈哦。煮一煮，这个好疗愈哦。哎，这是要用黑叉是爱炒，这是用爱用菜哦。头家你安怎称呼？啊？你按我来给你称呼。叫我李小姐。哎，这拢姓李小。对啊，恁屏东拢姓李。两个嘛是姓李呢。两个都姓李啊。唔是，阮拄啊有找一个足厉害的师傅，你伫做迄，你知影伊无？迄稻草啊，做迄稻草迄个李龙啦，嘿啦，伊嘛姓李啊。所以你家弄就你怎么知道他姓李？啊，伊就叫李龙。啊，李龙啊，你们有去那边啊？伊就有名的。所以呢，你们这么晚才过来哦？嘿，我就是用的稻草。哦，难怪。李龙大哥就有名的吼，伫遮很有名哦。地方上的高人就对了。大家拢家真熟悉吼。对，我们都知道他啊。我要摕这。好，谁要拿？我要拿。好，很重呢。这个喷强啊。哦。好香哦！这虾米哦。对，虾米有没有人看过？有。我们南部很多呢。哇，就香的呢。哎，我眼睛就熏呢，安尼是正常啊。你可能爱挂隐形眼镜。小看无正常。挂迄护目镜。这菜头粿拢会有虾米。这个倒下来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哦，全部倒。好香哦！就香哎。原来是安尼用的哦。炒。这个有没有诀窍？香哎！哦，来了。从底下这样翻起来。哦。要不然底下的会炒回啦。你也在哦。从底下，拿前面比较好施力。对。炒底下比较好施。最好算的呢。所以等于时阵甲林翁做伙买一个饼啊，等于炒，插到底下呢。对，好。会不会累？要不要换手？会让妈妈用。你只要炒很久啊。你不是生活白痴吗？没有生活白痴。哦，看。有没有生活白痴？哦，看。哎，及格吗？对。来，好香，可以了哈。我们加哈，你加这个萝卜，你要一直搅拌哈。来，换这个交给你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要这样子哦。哦，好，我来。慢给嘛，自己有力。所以是。你要动作快。慢慢的。所以是这个好，好了，轮到你了。哎，哦是菲律宾怪晓。我继续讲这边蓝入面呢。不是，我讲。哦。来，一直拉哟。不要用手啊哈，那个搅拌。哎，我嘛无法度用手哦。烧起哦。烧味啦。来。没啦。我帮你干。哇。好，一个人扶着这个。啊。你帮我扶。好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打工这样好吗？好。可以学新东西，欧米茄。超级香的。内底有油葱酥，有虾米，米浆。我是客人，平常我伫咧厝就跟妈妈做伙做菜头粿，我就跟妈妈做伙做菜头粿，所以李小姐教的物件，妈妈拢有教过，所以简单。那不用加那个盐巴吗？这应该是煮的时阵，在炒的时阵，也那个虾米里面有，虾米有鲜，油葱酥也有，葱酥，对，有鲜的味道。那我们下去蒸了哈，来
要搅一搅，一定要搅给它均匀，好，这样子倒。8分满。对，要认真哦。哇，就水呢。那现在我们这样拿走。来，这个好，要给它揉到软软的。现在有硬硬的吧？对，石头压得很硬，水分给它脱掉了。按你这个，它揉成圆圆啊，对，这个很硬哎。这个要把它揉到，这揉到软实。对。有没有什么诀窍？有什么诀窍吧？你的辛苦的力量。对，站起来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大拇指2个，这样子哈，看好哦，这样子揉，好，它全部都会粘起来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慢慢揉。好。哦，功夫还不到。因为功夫还不到，你就必须要多一点水，你那个比较软，你可以看，哦，怎么啦？没有，你都去巷子来呀？你现在穿夹裤。来，看看可以做。我的还没有呢。我帮你一下。没有亮亮呢。好，这样子它就会亮亮。它都会粘在一起。对，它都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做新钉板了哈。好，这样子来。教你们哦。把这个材料放这边，你们分享，3个人分享。这是啥？那个红豆馅，红豆馅，哇，花豆馅。我刚刚以为是那个地瓜，很像哈。红豆馅，花豆馅。花豆馅。啊，那也无红豆馅。今仔日拄好无红豆，红豆拍日头。咱就会当做迄阿卡夫库的。系啊。赤福饼。阿卡夫库。一个人1碗。什么东西？油吧，油。对，油。油。来，这个油要怎么用？涂在上面。切起来。一个人1支哈，这样子涂油，唔爱用啊小柜子哈。卖用小柜子。你这个合起来。合起来。哦。这个给你。来，我先做一个给你们示范。走，这个跟这个一样大。按这个一点点就好，跟大拇指大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十字交叉，十字，安尼，咱们好，安尼。包，红的伫个下口。哇，安尼好。这个注意。那有法度安尼啊？来，这样子。唔免把它全部包起来哦。唔免，我没有留一个空气给它更好。好，这样子。哇哦，这水的呢。你直接菇，拿一个纸，对，安菇，安菇哎，安菇嘿，我们客家人说新钉板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这样子放，摕一张纸安尼放安尼。好。知啊？这爱甲这做伙平大小，一个大拇指的大小。这面伤济？不会。袂啦，安尼袂伤济，安尼吼，安尼嘛会使啊。我平常看红菇粿拢是红色，全部拢红色啊。为什么这有2个色啊？哦，我们客家人的特色，安溪人的特色就是2边白的，中间红的，这样才好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你有全部包起来？你到客家庄吼，应该免全部包起来吧？拢无要紧。安尼敢会使？会使。安尼，你去人遐吼，拢看到这款的。哦，去对拜拜看到这款的，就是客人。哦，我提出来。安尼哦。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拿起来，这样一拨。哦，老师，伊的酒吧是要安怎？
就歪啊！你遐烟斗，你做那遐歪？那伊是生活白痴啊！好，你敢打一点？这跟他跌当。哇塞嘞！好了，我帮你揪。你刚才当救啊？这个草莓牛奶救吗？草莓牛奶，尽量做漂亮点哦。你们他这太丑了吧？太丑了啦！打工要认真哦。摆到有春呢，你迄摆到有春扣钱呢？无啦，咱这是较艺术，看你迄美术馆内底迄种。相公诶，我要涂油吗？哎，你看我诶，哇，就够水耶！就够水耶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哇，加试试。快点，1 2 3，来 1 2 3，哇 ，My God，哇，草莓牛奶口味。你这是那个有花纹呢。我老公在看你的美术馆呢。你长得这么帅，又不像你的脸。哎呦。你看我对呀，快，告诉你哈。我这别有一番风味。你送掉啊哈。那没关系啊，伊会足好啉的啊。哦，都全部都是歹甲错做拢伊做的。那新丁版就歹做的呢，而且我感觉就无公平一件代志是，伊配甲雨伞，伊咧揉的迄面团是白色的，啊我的是红色的，所以完全无公平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因的手其实用了的时阵拢是白色，是较无去染到什么款的别项色。啊，我伫咧手完全拢红记记的时阵，我去摕白色的遐个揉，我本地手面顶有做一个红色的迄面团，都全部拢混进去啊。老师，李小姐，我给你问一下哦，啊这叫什么？钉板什么？新钉板。新钉板，啊其他叫新钉板。哦，这个客家人有出钉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出钉？客家人如果今年有生一个男丁的话，叫做新丁，生到10波吼，拢反正每年的元宵节，客人拢做这个新丁板去拜拜，到庙里去拜拜，给人家分享的对啊。拿到新丁板吃哦，对，专会加丁丁啊，这家有出新丁哦。哦，这叫新丁板。对，你们打工要用功点哦。有，快点哦，这50个哈，50个，哎，50个，50个，很快呀，很快呀。那他的那一种也一种刚及格，给他机会很多啊，他还会一直做啊，他会给你做40个都很烂的哦。是不是你们的手比较细啊？不是啊。是你家己的问题啊！还怪手嘞，这就叫做尿不准嫌马桶歪。好可爱哦！为什么你会弄遮水啊？遮高水着。嘿，李小姐，我感觉你这配色袂歹。我会使做家己的。因为这中就是粉红色的啊。对呀。就喜气的啊。对，看起来很。这配色就日本的。哦，我就日本的感觉。我今麦无啥敢拍开机。来拍开来，互咱笑一下。我们笑一下，1、2、3。哦，有成功，有进步啊 ！OK， 进步。自己文创新丁。你们讲什么？无。讲什么？无，我听。无，我连你做出来你就知。新的图案，乳牛图案 ，made by 雨山，漂亮。新的样式。你家己设计啊？对啊，点点呢？这够专业。哎呦，这嘛袂歹呢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哈，就够注意。加油，要做50个哦。好，恁平常是爱弄爱做，一工要做偌济？哦，阮做这个哦，一工上少嘛500-600个。啊？500-600个？听唔对不？500-600就多呢。哎，如果元宵节我们这边哈出丁的哈，那个一天做1000多个。哇！看又一个哈，很快啊。爱心的，哇！
爱心。你看爱心。哦，可以调缸呀，是？对啊，我刚刚弄的。哦。我对它宠爱。好，现在拿过去吗？对，拿过来。哎，你对，你 OK 吗？哎塞哟！来哦来哦。是受咧练的。哎，我想要看。来，小心哦哈，等一下要看哦，慢慢放哦，慢慢的放来。哎，伊袂晓啦。伊袂晓来啦，我教你啦。甲放来了哈。哎，对，放来了哈。安尼吹哦。哎，安尼吹好。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酷哦！要吹偌久？2半钟。差不多25分。哦，25分。嘿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啊。继续再做。好，继续做。手不能停，手不能停，手不能停。还有50个啊，这个才20个啊。没有料。来，塞过来。好，轮到你。这个吗？对。好，好重哦，来盖档哦。适宜哦。好，可以。好。再一个。这个吗？等它。好了。过起来。耶！哦，来了，漂亮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好耶！漂亮哈，好厉害。就行业。哎，对呀。哦，差不多50个呀吧。应该吧。超过。应该是哦。这个好了。李小姐，我的萝卜较好啊。好啊。哦，过来呀。哇！来，慢先。你家己做的哦。哦。哇！足香的呢。足香的哈。足香的。那现在你们可以试吃看看，你们做的口味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来切哦，好烫哦。哦，就烧的。哇！哎，切萝卜糕拢摕只镰刀哦。嘿啊，是镰刀吗？敢若咧挂草啊咧。安尼啊。嘿啊。哦，就香的。好香哎！来，那你们吃吃看，我切在这边哈。好。盘子来，好。哇，这盘仔嘛就有特色的哦。这伤大块吧？切较细块。咱安尼啊，这可以。啊。好1/3。好，谢谢。你刚才问导游哈，唔免。一看买要闻嘛，要闻我才做给你闻。很香哦。哦，就香的。来，大家一看买哦。啊。好吃哦，真的，我没吃呢。我感觉这比什么？这是我这世人食过上好食的菜头粿。菜头比较香哎，内底无加一些有的没的，都无。这个煎更好吃。啊，你哪会不爱煎？煎安尼恰呢？袂腐啊，袂腐啊！要拍成一公袂腐啊！这不用加呢，都退起来。啊，我就想要试看嘛，讲这无问的，啊，甲问导游的。无你等我来用。好，我等你。谢谢李小姐。我找看看有没有酱的。没就算了。啊，没就刷哦。啊那样，嘿，没有就算了。找看看。好的，谢谢。他有求必应的。嗯。导游来啦！不会吧？哎呦，好好吃！很厉害耶，看起来就厉害。刚刚蒜头加导游加糖。对。好。哎，这个吃法真的太猛了。讲袂出话呢。对啊。我应该是3个人当中上爱食菜头粿迄个人，我差不多食18块吧。我唔知影菜头粿原来伫无煎的这种的，
没有去煎的那一种菜头粿，原来是这种味，伊迄原本的气味真正有够香，伊迄无法度形容啦，观众朋友看嘛，无法度知影迄味啊，家己来食才知啦，真正就好食的啦。阮三个表情都不可思议，你有看到无？阮个菜头粿，阮三个表情，好食到就是要骂脏话，好食到口被烤出来。我们要去那个昂菇粿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我先开来哈，那个蒸汽很真巧，好，1、2、3，好来，哇！先开来哈，那个蒸汽很真巧，好，1、2、3，好来，哇！是红色的，阮本地唔是做粉色的吗？红色的啦，吹完都变红色。对呀，短，我来看一个馍拄食做的。你讲是你的哪一个？馍的迄个。中迄个吧。这个啦。迄个吗？系啊。吹会变较水啊。对呀。你嘛袂歹啊。颜色。就是哦。哇。好，你们。哦，漂亮吗？对，很漂亮。你们好厉害呢！谢谢。是李小姐教教。没有，你们好聪明。这就水。要不过这要放较冷才会使食。小小嘛会食，小小嘛会食。唔惊小会当啊。阮可能会惊。这个我们不会，我有准备食看卖啊。好啊，当然哦。我家己做，我唔知啥物。咱摕一袋来食好不好？以前无食过新丁版啊。好。我下去有点烫啊。很烫哎，感觉很烫哎。哇哦。感觉那个摸七哎。摸七啊，不一样吧？这个一个半个切3个就好了。因为很烫，我切一点点给你们吃。好，谢谢。里面是花豆馅。对，花豆馅。花豆。假看麦。花豆馅。哦，真香哈。啊，好烫啊！要一边吹一边吃。哦。你外口的迄皮都 Q Q， 系无共，完全无共。因为外口食迄外口的皮就有甜。因为花豆馅那也叫香啊。对啊，我收听啊。好。李小姐，咱三有问题。就是啊，阮今日做遮，一下晡，阮有工资无？有啦，你们放心啦。那我们很需要工资，因为我们要咱要出发去做文创。我们去看黑，看什么？黑神龙。好，那我现在薪水给你们好了。好啊。好。来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子啊，对。谢谢李小姐，谢谢。祝你今年2024年恭喜发财。所有的产品拢大卖，好，一定会大卖，而且咱一直甲你广告这萝卜糕，好食，世界好食，太过厉害。今天多谢李小姐，谢谢，阮后就做功夫的，谢谢你，就欢喜的，记一个不要紧。好。好哇，叫我去哦，就水耶，真放松吼，轻松的感觉，就高级。阮即马伫咧胜利新村，较早是眷村啊，甲改到安尼变咧创意生活园区的感觉。这去了呢。对啊。你看，一只凉，这大只凉，两个做的，这两个做的，拄好伫遮顶咱就对，拄好今年要过龙年。所以伊迄面顶迄就是咱用的迄稻草。稻草。哦。另外两个做的，甲阮做的。我是 baby 龙啊。哦，系啊 ，baby 龙啊 ，baby 龙袂歹啊。好，咱今摆来。板镜书。
拄则阮有接到迄任务书嘛，嘿，任务单啊，咱拄则摕工钱。啊，对，对，我钱啊！看李小姐是互咱偌济？又一个5000，我感觉是一万。5000，再讲有1万。嘿，阮三个人分应该是9000啦。唔是阮咧要分的，这是这无1万。制作费呢。讲1万？有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哎呦，万里呢！比我想的搁较济就济呢。啊，毋过，我毋过，节够有声，够有声。搁有圣灵充满的感觉。伫倒位？诶？敢会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敢这个？应该是吧。哇！哎呦！来，拍开。哎呦！底下。哦。转走位理。探照队里。什么意思？我唔知。探照队。生毛不生气，我无想要生毛呢。对吧？要放啊！好来。我又搁出现啊！莫紧张，因为明仔载的提案，我比恁搁较紧张，所以特别对台北请2位老师帮恁检查。看在恁也是菜鸟啊，我有拜托老师的，若要骂人的时阵，小控制一下。恁明仔载下早啊10点半，早准备提案的物件，前往绿队文化园区向伊汇报，讲出恁的想法甲理念。对啦，袋仔内底有大财帮恁准备的样品，确实需要专业人士来斗3工。介绍拢写伫顶面咯，莫漏开呢。写伫咧中。所以普罗的老师会对台北来就对啊。嘿，阮是友情价。专业排版一组，单次计价1万块，排版要1万。啊，有2摆修改的机会就对啊。安尼莫用。排版修一次尔。阮迄1万2，我要摕来吃喝。阮家己排版袂使吗？安尼，咱即摆开始。看一下，都知有讲咱穿啥？嘿。几啊种呢？这啥啦？包装盒哦。嘿啊。我已经收好啊呢。嘿啊。敢若用袂着吼。康萨哈密达。好，康萨哈密达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啦，咱来好好想看卖啊，咱的 idea 是要安怎行？来，2个毋是讲吗？迄个寓意是为日本来的，神农氏啊，甲稻草有关系。我感觉讲台湾人足介意日本的物件，安尼阮来做一个台日结合。就台日友好一种。我感觉用日本的形式甲台湾的内容，也是讲包装嘛是会使。包装我想要用日本，较日本样的。我感觉台湾人就媚日，所以用日本的就好卖。哈日。我就是很喜欢日本的物件。阮拄则毋是伫车顶有讨论过，讲敢若玉手。我感觉讲阮的包装，那是创安尼呢，就是做一个那种袋子，因为像台湾人喜欢红色，就包装是做这样子的红色，然后就写鹤。阮的外表包装。就做成玉手款。顶头会当改些画迄叫雨伞，画迄柿子还是干嘛？我感觉画图就会当去结合台湾家己。系啊，感觉吉祥的物件。都柿子啊。屏东有产虾米？水果嘛，往来啊。我会使画咧。我感觉讲柿子甲柑嘛，因为红色甲橘色搭起来。凤梨旺嘛有一种意思啊。因为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，我头脑就有物件，所以我头一个蹦出来就是，我感觉讲会当做甲玉手、甲神明、甲这个绳结有关系的物件，伊嘛感觉讲，安尼袂歹哦，就安尼做。我一开始头壳其实是完全拢无想法，因为我本地就感觉伊已经真袂歹啊，所以若是要登去甲伊做，登去甲伊设计，确实就要找另外2位队友来讨论一下。玉手的外形是安尼，敢若一个信封，敢若一个红包。我想要用迄红色的，朱红色，毋过毋是正红哦，因为正红就收怂了。朱砂色，朱红色，啊。啊，那个一个写信封，内底就会当放，若是阮做应该遮细的。
爱回坑的对。你感觉是红色，较好还是金色啊？红色。我感觉那是红色，啊有一寡金色的元素里面顶的。你感觉阮爱互客户一寡选择？我唔知阮有偌济时间，因为明仔载伊讲透早到10点半。3点半要去6堆客家文化园区呀。今晚几点啊？8点半。免困啊。伊拢做功课拢无咧困啊。系啊。我想要用这种的红，甲这种的红，甲这种的橘色。啊，搁有讲，阮若去买迄玉手的时阵啊，玉手后壁毋是有一张纸吗？迄纸顶头拢会写讲，伊是保庇啥安那。我会当写讲，因为这是台湾的物件，阮甲台湾的迄稻草，烧的迄稻草，甲推广出去。会讲写讲这是来自神农氏的祝福。跟大地做结合，感谢大地，然后整个大地都会回馈我们，我们就会有很好的福气安尼。我感觉迄说明书可能佫会当加一寡日记的版本。嘿。咱佫爱甲号名，咱号名是要号一个全部的名，还是讲每一项爱还有号伊无共款的名较好？我感觉讲拢会使写4个字，还是6个字，4到6个字。啊，甲台湾有关系，就是连起来。要不是台湾人较流行的。好，远离三宝。好，远离三宝，交通的远离三宝啊。可以。我北三宝退散。三宝退散跟远离三宝，我拢写起来。你就讲三宝退散。爱情的就迄。爱情就是 pink 迄种。pink。啊，无安尼，咱煮红色要放倒财富哦。系啊，财富啊。好，安尼健康要用什么色？绿色。交通要用倒是种？交通。黑色啊。这种哪色咧？我感觉藏青色可以，这嘛会使，这嘛会使。会使。你感觉讲这若是安尼，顶悬绑一个梳啊，下骹绑一个垂钓的，敢若风铃安尼，是不是？敢风铃安尼，啊是讲台湾人无介意风铃，无介意风铃。敢若有较差哦。啊无，下面挂水晶一个小个，对，小水晶石头，对，爱情的就挂粉晶，嘿，基本上人就爱水晶，水晶都是小颗那种财富金色，对，财富金色水晶。我感觉台湾足侪物件，若是即摆的少年人唔知影这个故事，唔知影伊的结答，那安尼阮就袂甲伊传落去。所以即摆嘛是本来祝连神就有一个祝福的意思，啊，搁有我家己足喜的水晶，一款元素加伫咧做伙，我感觉可能唔是只有台湾人会接受，唔是只有日本人会接受。别的地方都可以拥有这个产品。阮即马你的部分，就敢若交通有三宝退散。我来想。我看到一句很撩妹，你不用多好，我喜欢就好。你看写的对。就是左右两条啊。要不过可能会伤长呢。我感觉讲无一定爱干那4个字呢，4个字伤歹想啊。会使，因为我感觉拄则迄伤长。啊，想一直住在你心里。我先来写。因为伊若是买这就会当送给喜欢的人，还是另外一半。告白啊呢？分手了，给它烧掉就好，这烧掉就方便的啊。这烧掉就方便啊。然后各位干啥？健康加财富。健康。不要爆肝。我感觉讲袂当想讲甲工作有关系，都是阮私底下伫咧食物件，少年人都会在意讲，尤其你若是买这送互女朋友还是啥，就是足互伊，若是送互朋友，就是愈食愈瘦。啊，都跟身材有关系。都跟身材，有少年人都想要一直食，毋过食袂肥啊，吃遍所有台湾的美食安尼。剩一个财富。财富哦。财富就是老子有钱。安尼就好啊。我感觉这袂歹。老子有钱就是年轻人会介意的啊。啊。哈。年轻人这种就中二的。对啊，老子有钱。
啊，其实一开始我听到老子有钱的时阵，我有感觉到雨山嘛，感觉这虽然是袂歹，也毋过应该无到100分，因为放伫这面顶的字，啊，要互消费者买了后，会当感觉讲，这是会当帮助我家己会有这方面的运气会当加成。安尼面顶写的物件应该是爱有一寡祈愿的感觉。其实我是偷偷咧观察雨山伊的反应。我看伊会讲啥，我才来想讲要安怎甲宜配来沟通安尼。所以来想的就是咱迄说明书。我就会画虎烂的，我来写说明书。也毋过咱明仔载若是要提案，可能爱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书、客话书，包括讲咱的名要号啥，还有咱的包装。要用什么款的材质？迄咱我有示意图。啊，这物件要做？啊，若是咱惊麻烦，就是开迄1万块。叫伊甲咱做 PPT 安尼。嘿。毋过1万块实在是伤贵啊。嘿啊，哪会遐贵啊？你会使看到你朋友甲咱。分3000互伊做。啊，3000爱无？大仔，好大仔。阮需要排版人员，因为阮感觉这时间实在是有够无合理的，所以咱阮想要下班啊。出来啦，无对，爱先收钱啊。先收钱。我甲你讲，你这1万块伤含啦。我会当坐吼。请坐，你安怎称呼？叫我小薛就好。小薛，薛哥，代志是安尼吼。麦哥。小薛，我甲你讲，你这吼爱拍折啦。本来会当拍折，但是想换即摆夜间加成。夜间加成，你是去零车司机了啦？那有人安尼啦？起码加9点，你夜间加成。友情价7000，好不好？7000啊。好。我问看卖我。什么啊？你哪会安尼啦？看卖。咱三个就想讲，其实咱会当分工合作，雨山会晓画图，所以。一般想象应该是完全拢无问题，所以咱就想讲咧，咱家己做就好啊。只是做到尾啊，就想讲，哎哟，时间敢若是无够，敢若真正爱有人来替咱执行这件代志，所以咱不得已只好去用这7000块来请咱小薛老师。monitor 先借啊，一个。就节目题他，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喂。宜配，决定一个，老子有钱。一夜暴富，还是老子有钱好？老子有钱。较有接地气。这张这张咱就剩迄名爱号。嘿，对，就安尼，无唔对，超有质感，就有质感的，我感觉一个广告公司的 team 内底，应该爱有这种足强的美术。安尼才有法度。安尼我甲伊讲啥，伊拢听有。头脑的物件拢做互伊。另外一组是要安怎啦？因无人会晓画图呢。剃了了。因敢若会晓唱歌尔。好。还有命名。还有名哦。料事如神，敢若无啥物合，龙马精神。神乎其技呀。功效如神。功效如神好像不错哎，应该下起来。我觉得可以耶，因为这个功效如这个绳子。我要给你跟他看。好了，我们明明就先这样子了，我们现在明明就先这样子了，快点呐！我跟你讲，先不要纠结，行迈纠结。我们可能晚一点会有 idea。嘿，你现在一直很觉得饥寒交迫，你不会有脑力的。问差不多啊。我已经先想一个出来，我们想很多了。我唔知讲三个人做一个广告公司的 team， 遮尔啊硬斗。因为我是伫想文案的时阵，还是想文字的时阵，我是袂当互人交了的。要毋过，我袂当甲伊讲，恁两个莫讲话哦，我要想文案哦。可是都有时间的压力嘛，我感觉就硬，就是战术决，一定要压榨我的头脑，把它挤出来。不过我感觉是快速成长啦。可是，在很短的时间，然后在就大的压力，人会快速成长。
咱嘛是真够掠时间的，偏偏来到屏东啊，就拄着寒流，即摆才11度尔。昨是25度呢。嘿啊，阮甲迄北部的风拢甲炸落来。一定是你。可能我对日本炸。伊是讲继续直行就对了。嘿，要看。旁边那个花黑灰，花卉灰。哇，好美哦！好美哦！哇！因讲要看白啊，讲有停车的白啊。嘿。甲行到前方遐。嘿嘿嘿，直直行。到前方，甲倒弯。哇！这什么所在啊？哎，直直行，啊袂到。停车请跟我来。对，你就背啊，你就背啊。我来这办。你甲伊弄啊！你不要忙。你甲伊弄啊！你甲伊弄啊！给甲弄过。嘛是会惊吼。你倒位啦？我嘛会知啊。边仔有一个停车格啊。倒位？哦，这个啊。这哦。嘿啊，敢若是这啊。给家己画停车格哦。好啦，安尼我知。嘿啊，到站。哇！哦，有冷哦。无啦。无吗？无啊。拿来我甲。没啦。没啊，好来 setting。好，哎，这倒位哈？这敢迄6堆客家文化园区啊。你看边啊，什么客家食堂啊？有客家花布。下个纸伞，迄嘛是甲客家有关系的物件。因为我袂开呢，拢总无开啊。对啊。拢无开，今仔日可能就因为阮要包场啊，包场。所以咱甲包落来。好，来，比较开始哦，比较开始哦。来个行动办公室布置一下。物件嘛足侪，要不过恁敢会，阁会记恁安那摆哈？即马随在咱摆。黑白白的好。白白。呀。好了。差不多啊。好啊。会使哩啊！这恐龙坑家呀。恐龙坑。好，这边啊。凊彩坐。哎，那呢，阮的小薛哥哥咧？请咱大仔来，甲咱叫一个。小薛哥哥。拍势。来。同好呗。咱做一个相话，困过头。困过头，靠两。困过头。困过头就爱靠两千。你做了安怎？阮昨迄企划书应该拢写到真完整啦。嘿啊，你只是甲伊起落起里面尔。迄算听打人员。嘿啊，听打啦，无啥困难嘛吼。没啦，讲甲。伊的心里淌血。咱先看印一下吼，燕姐。好。看这，啊，我帮您合图，啊，封面嘛。present by 问答答。哦。对，有产品定位、新品名称，加3个包装啊，这是健康，越吃越瘦。啊，宅温，老子有钱。啊，这三宝特产。所以是甲迄包装材质的建议拢甲伊全部结合安尼啊。对，无我感觉分就这样，淡薄仔乱啦。哦，本来是想讲甲分开会当拖时间啊，看起来敢若真丰富。你买当一下讲下过了。好。啊，这是说明小考，帮你合图啊。这就赞的哦。对啊，安尼开了有记得吼。有合图我改。会使哦。就有感觉的。到时我甲加一个印啊，印伫左下角。阮昨有做着左下角一个图。互你知迄毋是黑白开啦。安尼差不多。安尼行安尼吼。好，要互工资啊，7000哦。无啥甘愿呢。对，咱猜者嘛。我已经过改掉啊，无一定会加钱啊。有可能会少啦。好啦，我电脑先放你家。好，多谢你，谢谢小薛哥哥。谢谢。谢谢小薛哥哥，谢谢。感谢。我感觉是 PPT， 啊，看起来就像 PTT， 黑底啊，迄水蓝色的字，就像迄 PTT 推文的那种。不过，我感觉迄架构拢摆了袂歹，因为小学老师有甲咱甲一寡较杂的资讯，甲伊整合起来，变成一页，都无遐尔散。
所以我感觉有替咱甲资讯做到收敛这个作用是袂歹。大姐，一寡包装美妆啊，请寻找粉红色。就乖，妈那么好啦，电风扇关起来。所以咱今晚要找粉红色的这哦，底下哟。我来就是你的老师好。老师。喂，不是啦，粉红色的生意。粉红色。随看卖，随看卖。好，跳表看卖。是有人会穿粉红色的衫哟，是咱咧要伫这客家文化园区内底安尼洗就对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吧。粉红色哎。粉红色。嘿啊。粉红色的发。少女白琴。粉红色哎。粉红色。嘿啊。粉红色的发。少女白琴。老师谁电子花车来？老师电子花车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！这是老师哎。舞台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。主掐，对。我震惊了吧？先给你。傻啦。来吧，我们是个 team 哎。好奇怪哦，这嘛是为了爱表演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叫你打周黑。打。好，那你跟我们一起做。温打，温使命必达，打。好啊，老师，你嘛就尴尬吼。好，各位辛苦啊。屏东办公室高啊，请。好，谢谢。夏老师，这里哦。哇，就水呢。嘿，老师，就尴尬。真舒适呢吼。你看要坐倒一边拢会使。要唔过咱要互老师看清楚，迄电脑可能要互伊挖卡迄边来。好，谢谢。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吉姆。吉姆老师。被扫一下 QR code。哦，加数位掉。对呀。哇。安娜，经历26年广告资历耶。摕过就这种的吼。对啊。什么种？时报广告奖视觉设计类识别系统金奖。哦，这个名就等的。这等的，跟视觉拢有关。对啊，金手指视觉创意哦。这个倒沙缸一起团队合作啦，我跟我杰老师。对，我是善宏老师。善宏老师。这刚刚顶届实习的时阵有见过面。对。老师，恁对阮啥有印象？王善宏联众观点董事总经理。哇！这位阶金管哦。就管呢。就管。10大金句奖。金句奖，文案可能就搞的哦。然后呢，请两位老师手下留情啊，阮的产品就是这是助联神，就是老师伫日本的新神社会看到迄个助联神，伫咧屏东就是阮兜，我不是阮兜啦，阮家屏东家做的，啊，不过伊的产品就是想要卖互较少年人。因为一般伊拢是外销去日本啦。然后因拢做足大的。拢做到足大型的，所以咧卖时阵较无好卖。所以咱回来老师看一下咱即马买啊一寡想法，佮有咱即马的简报。好。啊，策略部分就是讲去结合咱台湾的少年人，也无到青壮年加流行用语，变做是咱的助联成这祈愿的祝词，安尼都中加本地写逢凶化吉嘛，咱家用一个较少年的语言。因为逢凶化吉这就是长辈较长辈较会爱。因为咱知影台湾人即马就爱去日本的，去日本即马一年当中这开钱开上济，就是咱台湾人。都是伊啊。对哦，10礼拜。10礼拜。过去一年去10礼拜。啊，屏东来几届？
嘛是有来。所以咱就想讲用这少年人就爱，即摆就爱日本这的元素嘛，去甲伊做一个结合啊，变做是咱的商品啊。哦，下一页。阮的产品的名叫做功效如神。功效如神的神，就是迄个谐音，神明的谐音。啊，阮就是助联神的神，啊神甲迄个神拢是有关系，所以阮希望讲当有这个谐音啊，功效如神。功效我有四种，无共款的功效安尼。好，啊头一个功效就是年轻人一定要爱情嘛，恋爱恋。啊，阮就想要甲迄助联神。应该是想要甲业主甲沟通一下，讲这助联神敢会做甲较精致，就是亲像日本的迄种御守，即马是就这是基本款啦，啊，不过阮想要甲使讨论一下，敢会当做一个改变，故事去甲包装，会当互这个商品更较有价值，啊嘛会当互少年人去熟悉这助联神是啥物款的物件。啊，咱的行销管道就是讲，因即摆网络嘛就发达的啦，所以当透过比如讲 KOL 啊，要不就是用 IG 这种互惠的现实动态的行销，会当互咱的少年人会当知影有这款的物件会当去选择，啊，而且嘛会当用即摆最流行的就是团购的方式，因为听讲即摆就侪人咧团购这种。就在网内去神社团购御守，团购御守、团购水晶啊，啊我们。希望讲以后会当流行起来，讲大家来团购这个助联神。其实我第一届听因讲伊的想法的时阵哦，我感觉吼，正经在做工作是小可，上大的无共就是讲因无包袱的，非常 open， 所以伊的想法其实一开始我是就算讲是就惊艳的。当然在设计上还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去做发挥，这就讲。比较师傅进行的想法，其实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了。少年是应该是会介意，只是讲吼有一点小建议哈，毕竟吼咱今仔要来甲师傅报告嘛，师傅嘛不是像咱这款很专业的行销人员或者是广告人员这样子，所以哦，可能是不是，比如咱今仔的提案哦。会当有另外一个方向，对，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，啊，才有看是较好有一个比较，选择啊，较好有一个比较啊嘛，不管上尾到尾是有选无选，但是上至少伊会使讲，譬如讲伊较知影讲伊较爱倒一个方向的，更加倒一个方向，可能较有商机，安尼就较有好的讨论安尼。嘛是要除了要说服要买的人以外嘛，是要说服要买的人。神的谐音的句子其实蛮多，如有神助啊。为什么神来一笔啊？用神这个字来想，有神助也不错。如有神助，我们可以改成如有神助。我们可以给两个选掉啊，好塞去算啊。对，就是在这个商品命名这一块，其实可以给他多一点选择。而且助联神也有助，如有神。对，如有神助。如有。不愧是京剧比赛。真的，助神啊，助联神，又有助又有神。因为你们本来的想法就是从神出发的嘛，其实这个句子就会蛮多可以选择的。对，如有神，助力的助，还是我们就写这个，还是我们就写？不，要写这个助，不然会看不懂，不然会完全看不懂。不错，好，所以我们下午还要见面嘛？对，对，那我们就先离开，那你们再继续整理一下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昨有受一个仪式感嘛，是要拍开之前，可能阮会使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，先许愿，可以就是更相信这件事情的感觉。我是感觉这种物件，若是有当时有这种仪式感，你讲的仪式感，是会互这个物件的帮助的磁场啊、念力拢感觉更加济，大家更加相信。打开前许个愿吧，安尼。好啊，会当啊。因为我是讲，你是想要甲印伫后壁晓。因为每一个螺啊伫后壁。玉手袋子的后壁。玉手袋子后壁。咱玉手袋子的材质是啥物？一块纸啊，
安尼是不是？用纸吗？包装是纸月前盒子哎。哇，这就高级诶，这种啊，这种纸就有质感诶。用纸好啊，因为用真正广告公司用的纸拢就厉害，哇！用这啦，啊泥，那裁的泥就用这，就烫金啊。所以咱即马差不多讨论了，也毋过咱的迄简报搁爱修改嘛。所以阮即马要免钱的修改。小薛哥哥，小薛哥哥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啊，人是去倒？去便所。